华视新闻明仔载为下晡的3点到暗时的11点，连续8点钟来报票，特别派出着5位上届优秀的主播，搁来打造电竞科技感的摄影棚，要让大家无同款的视觉的体验。我们给您最精准、最及时的开票现场。透过最新的虚拟科技，我们会带您关心将来是由谁入主总统府。乌色背景、电竞科技感十足的设计，华视大选特别报道，对下晡3点开始8点钟提供上新的选情。我们在华视大选战情中心也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到现场剖析选情。另外嘛，伫专台部署超过42个连线，随时回报各区现场状况，清楚呈现专台版图，主播嘛拢做好准备啊。一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那个颜色啊、色块，可以让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这所有的最新的投票状况。那当然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耳目一新的感受。马上详细的报票报上，要带予大家上新上及时的大选情报。